讲到7月26大罢免失败，这民进党的秘书长林佑昌今仔日伫面册表示，民进党未提责任由伊来承担，已经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来请示咯。也讲到这届罢免案的失败，破发现金的议题，方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。这个月30日呢，这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，那也立委拢表示，那准这行政院要复议，一定会好决。7日了罢免落幕，以大失败收场。外界对民进党有一寡批评。党秘书长林佑昌2透过面册表示，民进党有这个责任，并由伊来承担，已经当面向党主席赖清德请示。在野党嘛向准行政院长窦英台的指责。这是民进党在过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，对严重撕裂台湾社会，使整个台湾付出了难以计算的巨大成本，所应该承担的政治责任。不过，民众党团阁声明，任何法国里面的法案也是乐意调解合作。立委陈昭主是开出3大条件，包括随释放郭文铁、接受国会改革法案已经通过，也加加速通过大刑法，讲只要立院释出善意，立法就当重建关系。我还没有跟党内沟通，所以我在我的文章上，请大家要看清楚，写得很清楚。如果我可以决定，这表示是个我个人的心愿。我想合作不是用条件来谈的，更不是用政治利益来交换的。如果要合作的前提是要去破坏司法独立，在侦办中的个案就将任何的嫌疑人直接可以放出来。我想台湾社会很难接受吧。罢免案失利破坏现金议题，互人认为是关键因素之一。30日是行政院提出复议的最后期限，对这代志，国民党立委拢表示，若是行政院提出复议，一定会好决。我认为是在政策上面立刻做出让步，让朝野的对立氛围缓和下来，也不失为一种方式。那我们就看看执政当局要怎么来回应吧。那为呼吁执政团队爱听民意，民进党团指出，宪法原则袂因为罢免案结果煞拍折，尊重甲支持行政院的最后决定。记者采访报道。